另外来看，这行政院呢，顶礼拜才通过这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，放杀成本的上当是罚到100万，而且这虐待动物也会加重刑责甲罚金。也毋过伫新潮线有人发现讲，伫路边呢有狗仔这4只脚拢互人甲绑起来，而且佫缀伫个布袋内底。报警察调查才知影讲，原来是误会。 民众骑车伫半路啊，看到有人伫路边用绳啊，甲狗仔脚拢绑起来，甚至搁缀入去布袋内底，放伫乌托邦顶悬。民众惊一个，赶紧报警。放进去，哎，然后得要那个放平这样子嘛。啊，你放哪里？你放一下，你放放看，你放放看。他现在不一定会跳，不行。 警方到现场了解，尾仔发现是误会，主人是准备甲狗仔对新着再去桃园，惊伫路途中狗仔会跳车乱走，发生危险，才会安尼做。我们把它拦下来之后，发现它是用捆绑米袋的方式去装口，那其实是违反不当的载运方式啦。到场然后去劝导他，那劝导的状况之后呢，我们告知他说，这个部分我们请他，我们这边协助他叫计程车，好。 再到中立去。不哩个动保署指出，狗仔主人安尼做，确实不妥当，有疑似虐待动物的行为，说落去会针对行为人安怎照顾宠物进行了解。事主是有疑似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，如果违反这一条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罚款3000到1万5的罚金。然后我们动保所在这边也是呼吁各位爱护动物的人士们，就是在运送犬猫的时候，或者是其他动物，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装置。动保署呼吁民众，若是要用奥多拜带宠物长途耍位的时，拢该使用适当的笼仔，也是安全固定设备，确保动物安全，避免引起误会，也是害动物发生危险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